同心来祈祷。至尊至圣天顶的上帝，阮来敬拜你。伫你分别最圣的日子，阮带着敬虔、感恩、甲敬拜的心进入你的礼拜堂。伫你的面前，阮要将今仔日所有侍奉的同工交伫你的手中，愿主你的圣神牵阮的手，互阮今仔日的侍奉是荣耀上帝的侍奉。阮将你放伫礼拜堂中间上重要的宝座顶，愿你亲自将你的阳光来放伫你的圣殿中。主啊，照阮逐人的需要，甲阮陪伴天顶的恩典，互进入你的至圣所的阮兄弟姊妹，就是你的囝儿，阮会通伫主你施恩造成，来领受主你对天灵来圣神的开力、能力，甲一切恩惠。愿主你互今仔日的礼拜是一个人甲你见面，也甲你重新立约的礼拜。愿将今仔日的侍奉对头到尾交伫你的手，愿主你来接纳。愿伫你面前来感谢祈祷，我个所有圣名，阿门。
我要时时学乐耶和华，学乐伊的话要常常伫我的喙。我的心神要因为耶和华来夸口，谦卑的人听见也要欢喜。恁甲我着学乐耶和华最大。这是来吟圣诗，圣诗69首。我的心神，你着唱歌，学乐感谢耶和华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我的心神。请犹原徛着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入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世人中国我上天，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我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，三角来启用。启用文25篇，诗篇121章。我要举目望山，我的帮站对倒落来。我的帮站是对耶和华来。伊是创造天地的。伊无要予你的脚摇折。保守你的的确无拄面。保守你的是耶和华。耶和华伫你的正边，做你的阴影。你是太阳无伤你，暝是月也无害你。耶和华要保守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。伊要保守你的性命。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守你。对即时直到永远。
咱再来吟圣诗398首。圣诗398首，我来亲近耶稣，请咱一块吟全首。咱同心来祈祷，听我来拜上帝，感谢你的恩典甲疼痛，互阮出手伫你的圣殿敬拜阿乐亲近你。我要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，也用谦卑顺服的心来领受你的教示。求你引带阮每一个脚步，拢行伫合你的旨意。主耶稣，虽然战争、疫情也袂煞，还佫有地动，还佫有阮心内侪侪的挂虑、重担，总是阮要交托主，全心仰慕主，因为你是阮的倚靠。阮知你掌管宇宙万物，是掌管阮一生的主。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名求。阿门。
这是俄勒，请圣歌队。
恭守上帝的话，记载旧约圣经以赛亚书53章第4节。以赛亚53章第4节，伊实在担当咱的忧闷，背咱的苦痛，总是咱掠做伊受责罚，互上帝拍，佮受苦楚。要看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4节到第6节。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4节到第6节。我靠基督，按上帝有这号的信，毋是讲阮家己会堪得对家己来想出啥物。阮所以会堪得，是对上帝，伊也会互阮会堪得担当新约的册用，毋是文字的，是心灵的。因为文字抵到死，心灵抵到活。讲到有担当的生命力，请曾牧师。主耶稣讲：既然劳苦背重担的人，通就近伊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咱的主耶稣实在担当咱的忧闷，背咱的苦痛。愿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伫今仔日，咱对咱的主耶稣领受一摆搁一摆。主的扶持，主的帮助，主所加添予咱属灵的开力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聚集伫你的至圣所，阮伫你的圣殿内来敬拜你。你是真个活，你堪得阮敬拜。虽然阮未堪得，但是你的疼惜、你的恩惠，是阮未堪得。今日你的礼拜堂，阮做伙聚集的时，阮恭恭敬敬讲：主啊，阮来敬拜你。恳求你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将你的应允。通过圣神的帮助，互阮领受圣经的话，成做阮脚前的灯，甲路上的光。至圣的上帝，阮同齐伫你的面前，静静听阿爸天父，请你对你的囝儿甲查某囝来讲你稳定的话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我给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今仔日我要甲咱做伙分享的是一个真要紧的态度，也是一个功课。年轻人注意听，特别是查某囡仔，以后找查甫朋友甲对象的时阵，没有肩膀的男人不要。好，歹势，兄弟姊妹，这句有实在无？袂使讲没有肩膀的男人我不要，是讲没有肩膀的人，不论查甫查某的。都不能成大器。上帝祝福咱的囡仔将来成做一个有担当、有勇气、佮愿意，伫个一生的中间，亲像主耶稣讲，你着日日举你的十字架来跟对我。兄弟姊妹，担当这种的态度甲个性是祝福。有真侪人会准偷鸡摸狗是贪着，但是恁感觉哪？其实是损失啊！一个无担当的人，到最后伊的人生就什么拢无。但是一个愿意流汗，甚至有受压力，伊伫上帝的帮助的内底，伊勇敢日日背伊的十字架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建立咱的教会，真做一个有担当的教会。就是伫这个时代。咱无偷工减料，无偷鸡摸狗。伫这个时代，是就是是，毋是就是毋是。但伫主的面前，咱同齐日日举十字架来跟对主耶稣。咱毋通想讲举十字架就是天大地大的代志，就是一种神迹奇事。咱拢未看得。主耶稣讲，日日举你的十字架，意思就是伫你每一天的细节，每一天的足微小的事情，你听我的册劝，
你听我的邀请，你听我对你的指示，日日完成你的工作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一个无担当的父母真困难教出来有担当的囡仔。我坦白安尼想啦，我毋知恁有同意我的想法无？哦，但是我要甲咱分享，啥物人生的囝，就是啥物人的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但信仰毋是干那真侪一种的道理，但你信仰是真侪一种生命的转变。所以今仔日的圣经非常的重要，诚然担当。今仔日的这卷圣经，伊是咧讲起耶稣基督实实在在担当咱的忧苦，背咱的苦痛。诚然担当这句话，一直对我来讲是一个足沉重，嘛足吸引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主耶稣用这种的态度，甲咱留落伊的模样。愿咱伫伊的面前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祷讲：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了解什么叫做责任。今仔日的题目英语会当讲一种的感觉，一种的自觉，就是讲我感觉我对某一个代志，我对某一个团体，我对某一个家庭，我对某一个教会，我有一个使命感甲责任感。我要真感谢咱的上帝。互咱的教会足侪宝贝，咱的囡仔，伫咱的教会，其实这是上帝祝福。咱的囡仔甲教会的代志看作重要，这就是一个真好，也毋免教。因为这半年来，牧师伫查经班最近的主题，这半年差不多1年的时间的这个主题叫做耶稣的教室，耶稣的课堂。耶稣伫伊一生中，甲伊斗倒留落，互咱什么种的功课？我哪想，心中哪有欢喜甲敬虔？但是耶稣有真侪功课，毋是用嘴教出来。所以伫今仔日的信仰，我感慨有真侪功课，毋是伫神学院教出来。所以真侪时阵，教会的领导者，拢会要求甲苛责神学院。伊讲，你可爱甲今仔日这个时代的神学生教好。但是我深深知影，有真侪信仰甲活命的功课，毋是伫短短3年的神学院的课堂上会当教。我要甲兄弟姊妹，甲恁表示敬意，嘛表示鼓励。有真侪神学院无法度教的功课，其实伫咱的家庭中间，咱咧教，你同意吗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知影，教会甲家庭做伙结连，是一个真重要的祝福。关键这个功课就是父母甲教会做伙教咱的囡仔。一个若无愿意承担的家庭，真困难教出来，迄个欢欢喜喜背十字架，走遍天下。荣耀主耶稣，兄弟姊妹，有真侪人认为背十字架是一种的损失，是一种的苦楚，是一种的要安怎讲咒诅。但是有一群人伊感觉背十字架是我一生中间最要紧的号召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甲咱帮助通过圣神，因为今仔日的圣经中间，特别是有关着这个。今仔日的新约的圣经，特别是伫这个哥林多后书3章，咱应该对第1节到读到第6节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日读去了后，拜托恁若有感动，恁甲这个哥林多后书第3章规章读过，应该对第1节就读起，因为这段圣经中间咧讲起，人会通承担主耶稣伫新的世代、新的时代所享受咱的使命。承担新约的指示，承担新约的册用。中文的圣经伫这段话翻了，甲白话字的圣经翻了有2个所在无同款。白话字的圣经翻了较忠实伫圣经的原文。伊讲承担主耶稣伫这个时代所设立的新约的册用，这是白话字的翻译。
意思就是新约的奴仆，新的世代的奴仆。所以终极是什么？终极是受采用，终极是耶稣基督境内服侍人的，毋是境内出一个喙化东化西，甲牧师嘛同款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咱在座所有的人，拢是耶稣伫新约中间所拣选的工人。第二，伫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4节到第6节中间的第一句话讲：我想我会当担当，想来想去，这句话伫和合本的翻译甲新约的翻译是无同款，因为和合本的圣经无讲我想，人担当新约的这份，毋是对咱家己想出来，是什么？是圣神帮助。所以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亲爱圣神，求你帮助我，求你互我真做一个今仔日的时代，亲像我的主耶稣，将耶稣迄种真正的图像，今仔日牧师特别用加强语气的话，甲恁讲诚然担当，也即个即句话听着吧。诚然担当，真做咱的一种人生中间的一种的智慧甲态度。来用做咱一般社会俗语讲，甘愿受欢喜做。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耶稣讲，主耶稣，我愿意哪来哪亲像你，因为你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。我用这种较白话来形容主耶稣的十字架。耶稣顶十字架本身这项代志，惊天动地。来用咱的形容词叫做顶天立地。兄弟姊妹，咱活伫这个世间，拢无凊彩。对咱的囡仔到咱，兄弟姊妹，愿咱徛伫天地中间，咱甲上帝讲：上帝，你伫天顶，我徛伫你的面前，赐求你互我一生成做一个有成就、为你背十字架的奴仆。愿天父上帝将主耶稣基督这种顶天立地的图像，兄弟姊妹，欢喜为主耶稣来做，无空空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知影，因为咱的信仰的前辈用足济话咧甲咱讲咧。保罗讲，耶稣的十字架的道理，伫愚妄的人因看做是愚妄，但是伫属主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伊看做是上帝的大权能。也用英语来翻译。马盖博士、马盖医师，毋是医师，马盖博士，伊有一句足水的话，就是这句话：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。英语的翻译有真侪一般社会的翻译，因无甲伊翻做无十字架就无荣耀的冕旒。因甲伊讲，不担当责任就没有办法得到荣耀，因为因无了解。伫教会内底咧讲 no cross no crown， 这个字伊真正伊的价值甲伊的意义。所听的弟兄姊妹，耶稣伫的冕旒是气配，但是咱知影，耶稣所伫的是天国荣耀的冕旒，赢过这个世间国王所咧伫的无啊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安静来听今仔日的圣经，咱拍开咱的心门。每一个礼拜日，咱拢领受一个宝贝祝福的话。咱每一个礼拜拢得到一个智慧，对年轻到年老，这个信仰就成做咱生命的一呼一吸，一呼一吸。和上帝为自然之人，就活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主帮助咱。耶稣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。所以今仔日我用这两段的话，特别以赛亚书第53章第4节，伊讲他诚然担当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是一个十字架真要紧的记号，因为伫十字架顶端担当世间人的罪，完成上帝伊的主爱。有真侪基督徒无爱这个图像，因为有一个真侪基督徒，伊讲。上帝较再残忍，恁捌安尼想过无？毋免歹势，其实这足自然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伊感觉上帝真残忍，
叫耶稣替伊来死伫这个世间。我甲这个青年讲，你若了解上帝是什么种的上帝，你就袂讲上帝足残忍，因为耶稣就是上帝，上帝就是耶稣，所以耶稣来到世间，就是代表上帝疼咱，到亲自定家己伫十字架顶悬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讲无啥会通，但是你甲放伫心内，咱的上帝是一个疼人到这种程度的上帝。所以今仔日的圣经，以赛亚书讲，伊实在担当咱的忧闷，背咱的苦痛。兄弟姊妹，咱甲主讲，主我感谢你。今仔无论咱带着什么种的心境、病痛、看路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将咱的重担对心内甲伊摕出来。咱甲主耶稣讲，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一摆搁一摆，日日背十字架，日日甲主你同行。主，我将我心内的十字架，我心内的重担，心内的责任，主啊，我将伊甲你参详。主，互我日日甲你相同行。这就是今仔日礼拜最重要的祈祷。咱伫主的面前来领受力上加力，新的转变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主耶稣基督和我的圣神，要甲咱杀甲地定。所以当保罗读到以赛亚书这段，当保罗伫伊的生命中间拄到主耶稣，伊对主耶稣的身躯顶悬认捌耶稣的十字架到底是什么。所以保罗足清楚留这句话，伊讲十字架的道理。我要邀请兄弟姊妹用你的智慧思考这个字，在你的信仰中间，你安怎咧解说十字架？有一条诗歌讲：十字架，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是我的荣耀。你会记得迄条歌无？早期咱的教会足爱吟这条歌，特别是伫受难周的中间，流目屎，用祈祷的心，一句搁一句，足肯定讲十字架，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是我的荣耀。兄弟姊妹，你要安怎甲你的囡仔讲十字架的道理？今仔真侪的基督徒爱福利，伊感觉十字架就是稳定，但是忽略了福音。十字架的道理有福利，嘛有福音。人若只有得到福音、福利、好处，安尼也毋是真正认捌主耶稣基督。愿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醒起来。咱跟对主耶稣，毋是干那福禄寿；咱跟对主耶稣，毋是干那假清用。顶礼拜信仰甲生活的主题，我嘛有甲咱做伙用耶稣的话，因为耶稣讲：你毋免看路，要食什么、穿什么、用什么，因为迄是外邦人所求的。独独恁就爱求，求什么？上帝国甲上帝的义。兄弟姊妹，咱做一个真正认捌主耶稣的基督徒，互咱的祈祷，真做一个有力量的祈祷。咱伫这个世间咧追求甲祈祷的，就是上帝家己本身伊的活命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耶稣的十字架有福利，因为伊讲日日我的日食，日日互我，会记吗？伫咱每一日的需要，主耶稣讲：你的天父要供应你。天父上帝的供应对旧约就开始啊，因为以色列人40年伫旷野食吗哪。上帝表明伊是伫人的欠缺中间来施乐恩惠的上帝。所以圣经有真多故事讲，伫旷野的打扫的日子，伊的油管啊内底油永远用袂了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知影，上帝最宝贝的祝福，毋是干那咱及时物质上的需要那点，佫有一个真要紧，就是互咱对内面
真侪一个有创造能力、真侪有上帝丰盛的画面伫咱内面的人，这就是耶稣带来到咱中间福音的真正的丰富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深深安静，亲像今仔日的书会讲，主啊，阮谦卑伫你的面前，求你教阮十字架的道理。什么是咱伫一生中间袂当无的？愿天父上帝帮助。有一个譬如讲，0.000后壁1，安尼是偌济，0.0001。但是那个1摕来头前呢，完全无共款，对无？咱那个上帝摆伫上路尾，甲上帝摆伫上头前。这个譬如最重要的讲起，咱的一生有一项是上宝贝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安静来想。所以邀请兄弟姊妹，甲咱的囡仔做为成长，咱的中集欢喜伫教会内底侍奉，所以因会真做咱的囡仔，因的模样。兄弟姊妹，家庭甲教会做为合作，上帝祝福咱的囡仔，互咱的囡仔真做一个将来是一个顶天立地，因要为主耶稣基督。伫这个世代抬头挺胸，因为伫这个世代抬头挺胸。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圣神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有清楚的心，因为圣经讲，上帝的神带来聪明，带来智慧，带来知识，带来策略，带来能力。以赛亚11章，上帝所赏赐世间人7种。的圣神，毋是7种，1种的圣神，7种的祝福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晓悟，咱顺服，咱愿意，咱甲主讲，主，我愿意伫你的面前。所以，咱要进入今仔日的圣经的最主要的信息的分享。愿意承担是一种的自觉。一个囡仔若无愿意，你安怎逼伊？伊就是无迄种的意愿。但是当一个人有迄个觉知、自觉跟自觉，中文作水，自觉就是觉醒。我忽然感觉某一种的生活对我来讲足有吸引力，这一种的觉醒。自觉个会另外自觉，就是讲，当我感觉这个人生足好的时阵，我就会安怎直直出去。所以即摆真侪少年人真爱去参加迄个cosplay 有无？看动漫啊，看啥啊？若讲有啥物所在咧动漫展，啊，佮穿甲亲像迄动画内底迄个足水的遐角色，啊，就出去。伫咱的生命中间，最重要的功课就是分辨，什么是真正有价值，是咱一生袂通无的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， sense 的意思就是讲，你心内有一种的感觉啦，感动，感觉什么？感觉我愿意将我的生命投资伫这个有意义的代志的顶端。愿天父上帝对你讲话，愿天父上帝帮助牧师伫今仔日的分享，会通对恁有帮助。担当背十字架，是一个基督徒足水的态度。伊也是一个受祝福的开始，一个愿意背十字架的基督徒，伊的生命无可限量。愿天父上帝祝福你的囡仔，祝福咱的教会。咱虽然小小的教会，但是兄弟姊妹，咱犹原甲正教会同款，是上帝国的种子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，虽然小小，但是有一日。咱要长大真多一丛树啊！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日的圣经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1节到第6节，伊讲到3项代志，但是今仔日的词汇只有读第4节到第6节。牧师想要将这个重点放伫后面这3节，第4节到第6节，伫迄个人的担当，人会当承担神约的采用。这个观念，所以我将第1节到第3节保留，
但是我有关要甲咱讲，因为对头开始的时阵，保罗讲，恁是耶稣基督的批。通过保罗甲初代使徒所写的，是圣神用伊的灵写伫恁的心内，毋是写伫白纸黑字，嘛毋是写伫迄个石头刻的石板。伊讲咱是耶稣基督的批。所以这段话第1节到第3节咧讲起教会，就是主耶稣基督写予这个世代、这个世间的一张批。第二，伫第4节开始，伊咧讲起第4节第5节，伊咧讲起咱是上帝所设立来承担新约的册用的人。但是我再去解释，伊讲是啥物人写的？是上帝，是上帝用伊的心灵。就是用圣神所写的，毋是用白纸黑字，因为白纸黑字是一个无活命的，所以讲文句使人死，字句使人死，经义使人活。你若看恁的手中的圣经，和合本的圣经，伊的经义足特别的一个字，咱真罕得用这种的字，精神的精，意念的意，翻译其实就是圣神 pneuma。就是上帝的灵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首先当心，咱做一个决志，咱甲主讲，主啊，我愿意。我特别写出来，我相信兄弟姊妹，咱拢同意，咱要当心甲咱教会，互咱的教会成做一张批，互众人读了后，因会学了感谢咱的上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敢捌听过你的朋友甲你讲，恁这堂教会安怎？ 30几年来，咱毋是一个足出名的教会，但是有的兄弟姊妹，有时会听到你的朋友讲，恁的教会点点滴滴。兄弟姊妹，牧师用这个，绝对毋是要夸口咱家己，毋是。牧师反倒当是安尼警醒家己讲，咱若是一张批，是写予这个世间。 包括写有1200几间的台湾基督教的教会，咱若是一张耶稣基督的批，不但写予德堂乡，甚至嘛写予1200几间的台湾基督教的教会，来表明伫正教会中间有一间真特别无共款的教会，是上帝怎样疼惜。 是上帝话怎样来起作？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圣神同工，咱甲上帝讲，主我愿意。伫这间教会，我有受祝福；伫这间教会，我嘛愿意。斗3工，我嘛愿意斗出力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有一个决志，就是圣经的汉字。 中文的圣经翻译讲承担新约的指示，但是伊真正的原文白话字翻译较好。伊讲承担新约的册用，这个指示这个字叫做 deacon， 伫希伯来语的中间，其实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 servant 奴仆。亲像咱去餐厅内底咧食饭 ，waitress 就是咧甲你捧菜遐个人。 圣经这个字是这个意思，所以咱若读到这句话，咱爱了解今仔日上帝的话，要甲咱讲，咱是主耶稣基督所拣选、所设立，伫这个时代最世间人的册用。愿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所以当咱了解今仔日的以赛亚书，耶稣诚然担当。 甲保罗伊所了解，耶稣拣选咱做伊的门徒，互咱要承担新约的册用。所以，保罗想到耶稣伫伊的讲道的中间有讲一句话，记载伫路加、马太、马可3本的福音书内底拢记载这段话。路加的记载较完整，所以这段话安尼讲：耶稣对众人讲，若有人要跟对我。 就着舍己，第一跟从；第二舍己；第三背起他的十字架
搁天天，路加特别甲天天这两字放伫迄个内底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伫这段话中间，咱静静来想。我有用我的生命全心全意来跟对主耶稣吗？兄弟姊妹，对今仔日开始，咱互咱的态度更加肯定。咱甲主耶稣讲：主啊，怜悯帮助我。有时我若受搅扰，伫路中所失神对无着，主耶稣求你怜悯帮助我，互我会当专心伫即个世间的路顶悬，专心无受搅扰来跟对你。第二，虚己舍己的意思就是讲否认自己，否认自己毋是一种自卑感哦，自我图像无好，毋是，是将你内面的即个自我真侪主观的意见啊，甲伊摕出来，摆伫耶稣的边啊，互耶稣伫你的心中做主。而且这个动作非常重要。伫咱的心思意念若互耶稣做主，咱的心思意念就受祝福。就亲像迄个五底饼两尾鱼，主耶稣甲咱掰开，后来就真侪人的祝福。第三，伫这个所在讲日日夜夜的十字架来跟对我。兄弟姊妹，有时咱感觉十字架是一个足大的使命，其实主耶稣甲咱讲的就是，十字架是一个足实际、足微细、足平凡，伫你每一日的生活中间的代志。兄弟姊妹，耶稣伫这个所在讲日日夜夜的十字架，意思毋是敢若歹，这个字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啥啦？甲伊摕起来，咱日日的十字架。兄弟姊妹，逐日甲你今仔日的工作做好，这就是耶稣所讲的意思。咱活伫这个每一日的日子中间，主耶稣的圣神会对咱讲话。每一日，主耶稣会对咱讲话。对透早，伊就交代讲：今仔日你做这做这做，你讲有影无？试看卖。咱每一日透早祈祷了后，每一日的时间，咱有专心甲主耶稣同行。伫每一日的中间，咱拢会通敏锐体会到，时时刻刻有上帝圣神对咱的感动甲引带，这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所听的弟姊妹，咱要举十字架，是对这个生活真微细，伫咱生活中间所做的代志。所以牧师要鼓励恁每一个阶段，包括恁的读册，伫每一日，拢当作主耶稣教予恁的功课。恁甲主耶稣做伙读册，甲主耶稣做伙佚佗。牧师毋是讲恁袂使佚佗，袂使打电动玩具，毋是安尼。伫恁即个阶段，有当时佚佗，嘛是一种学习。但是爱真适当，时间的运用爱真适当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，伫十字架的道理顶悬有清楚的认识。十字架的道理有几项：第一，尊主最大；第二，将家己摆伫耶稣的边啊，互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做第一；第三，就是伫咱每一日的生活的顶悬，甲咱做伙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牧师真欢喜做恁的家庭的陪伴，嘛陪伴恁的囡仔，甲恁做伙来祝福恁的囡仔。但是恁爱愿意，因为这是上帝所予恁一个真荣耀的职分。有一日，咱要因为咱的囡仔来感觉心满意足。愿天父上帝祝福恁手所做的工，甲恁所生的囡仔，甲恁的囡仔做伙培养这种态度，都是承担。咱伫教会侍奉甲参与的态度怎样？你的囡仔的态度就怎样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会当伫学习一个祈祷。我相信恁真侪人捌听过即个祷告词啦，但是恁无一定拢有甲迄个祷告词甲伊读过。美国足出名的一个将军叫做麦克阿瑟。伫全世界足出名，伊写一个祷告词送互伊的囡仔。你若愿意伫网络顶悬拢有一篇即个麦克阿瑟的祷告词。我毋是要将即个内容当作我讲道的内容，毋是。我要甲咱讲一个老爸的祈祷，一个老母的祈祷，
会影响囡仔。你看即个爸爸安怎祈祷？我将其中的一句话，伊讲：主啊，我恳求你教示我的囝。伊无为着伊的平安来祈祷，伊反倒说啥呢？伊讲：我无求你，互伊永远平安舒适。只有恳求主你将伊放伫某一种有挑战的环境，有困难、有艰难、有挑战的环境。主啊，我无甲你讨讲，互我的囡仔一帆风顺。只有求主你伫伊的环境的中间来甲伊操练，互我的囡仔安那伫风雨中勇敢徛起来。兄弟姊妹，这个老爸知影什么种的祈祷是上帝所欢喜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圣神参详，做一个属灵的老爸。今仔的圣经，特别是伫这个新约哥林多后书第6节，伊讲：恁承担这个新约的职事，毋是照字句，乃是照着上帝的圣神，因为上帝的圣神是要互人活起来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互人有气力担当的是圣神。今仔这段圣经中间，若毋是读白话字，可能恁会读无到一句话，叫做人的想法甲圣神的感动。人的想法甲圣神的感动，但是首先咱爱伫这个所在了解讲，上帝通过保罗伫这个所在咧，甲咱讲起的，咱真正的心内觉醒是对圣神来，所以能承担是来自于一种圣灵的感动。咱伫生命中间有一种真清楚的意愿。我用白话字的圣经甲咱做伙分享，白话字的圣经伫第5节安尼讲，毋是讲阮家己会堪得。对于家己来想出什么？兄弟姊妹，你注意第2节这句话，对于家己来想出什么？因为伫这个中间有2个字，会堪得甲想出什么？想出这个什么？伫咱过去讲道中间，牧师甲恁分享圣经的经文的时候，常常有讲到一个字，叫做 logismoi， 逻辑。这个字就是圣经内底一个最要紧咧，讲起人的心思意念的所在。但这段话最重要的意思是咧讲什么？毋是因为咱心内想，我有能力通承担，我就有能力通承担。反倒当是什么？反倒正是上帝的圣神对你讲话，讲免惊，勇敢。上帝如果要使用你，就被给你力量。这句话上讲，从神。喜乐阿嬷敢是安尼过去？我看到喜乐的记载，喜乐阿嬷常常甲伊囡仔讲：上帝若要使用你，伊就会互你有气力，因为迄是阿嬷的体会啊。伊对美国来到台湾，伊一个寡妇，伊体会到一项事实，毋是我有能力做这个代志。伊到伫年老的时阵，伊常常讲一句话：毋是我做。是上帝做的，是吧？玉昌阿嬷最后常常讲的话，毋是我做的，是上帝做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毋是咱会堪得，是上帝。所以保罗这个圣经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5节最后这句话讲，是对上帝。搁落第6节讲是圣神。咱伫今仔日个礼拜这段圣经中间，咱明白这段话内底。中文安尼写，不是凭着自己能承担，所以有2个字伫这个所在，我不要讲上过这个文字上的解说。所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将一个意愿，将一个觉醒，将一个愿意承担的迄个感动，放伫咱的人生中间。咱要因为这个十字架，因为这个背十字架，咱的生命得到上帝会欢喜。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上帝讨讲，主啊，能承担这个字伫圣经，伊本身这个字的意思，就是有资格、有能力，阁有意愿。有资格、有能力，阁有意愿。有意愿什么？有意愿会通做我要做的代志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有资格、有能力，阁有意愿完成这个代志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所以。
每一摆咱听讲道，每一摆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将咱的心思意念摕出来，咱交伫上帝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：主，这是我的想法，主，这是我的想法，求你用你的想法引带我。若是我的想法，主你欢喜，主求你甲我做伙来完成这个工作。主，若是我的想法，甲你的想法无同款，主啊，我愿意用你的想法来做我的想法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所以，毋是咱的文字字句使人死，经义使人活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真侪新约的采用，伫今仔日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做礼拜了后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，我会当为着你做什么？主啊，我会当为你做什么？主啊，伫这间教会内底，我会当为着你的教会做什么？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地地，愿意的人目睭就开，愿意的人心就开，愿意的人就听见上帝伊会引带。所听的弟兄姊妹，咱也愿意承担，这是咱生命改变的开始。咱甲主讲：主啊，我伫遮，咱众人，咱教会，就是上帝伫这个时代所设立的路谱。这是我的结论，伫今仔圣经分享最后的结论。咱是上帝所拣选伊的路谱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回应圣神的感动甲邀请，咱将咱的教会交献予上帝。主啊，你伫阮中间来掌管，主愿你帮助阮，互阮成做一张上帝你作为的批，写好阮的厝边头尾。也写好正教会，互人知无有一间教会比阮搁较袂堪得，无一间教会比阮搁较袂堪得。但是当阮破碎受伤的时，上帝你怎样甲阮重新医治坚固？这场教会捌真破碎，但是上帝伫咱最过去的伤热，上帝要用这间教会，互人知上帝怎样互一间受伤的教会、丧响的教会，成做上帝的批，成做耶稣基督的批。愿天父上帝帮助所听的姊妹，咱同心合力，好无？咱做伙来甲上帝同工，互这间教会不断进步，不断成长。不断进步，不断成长，或者这间教会需要咱每一个人，咱拢毋是人客。过去牧师若有人客来，我当会讲一句笑话，毋是笑话，俏皮话。我来讲第一摆来是人客，但是若第二摆来就是啥物？家己的人，恁会记无？所以意思是，咱的教会就是第一摆来的人就是人客，但是佫来咧。只要你若愿意，这间教会就是你的家庭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地定。最后，我用这句话来做结束。保罗伫加拉太书第6章第4节讲：逐人会担当，彼此担当；别人会担当，彼此担当。安尼就要完成耶稣基督的律法。或者，你敢愿意？愿咱伫教会内底。咱得到扶持，得到帮助，但是咱嘛叫做帮助人的人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耶稣，阮听到你的话，你讲军队放落家己，自己行十字架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。伫今仔日的礼拜中，阮受你的圣神的感动，阮重新问阮家己讲：主啊，我会当为你做什么？主，请你继续对我讲话，每一天拢对阮讲话。阮拍开阮的心门，
永远无关起来，对你永远无关起来。直到我有一日见你的面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这是来吟圣诗199首悲，至圣上帝至仁爱，请起立用全首。万有
大家请坐，准备奉献。请坐。亲爱兄弟，咱用这条诗歌来互相笑念，也互相带祷。愿主耶稣会听，甲咱三角地地。伫咱吟这条诗歌的时，咱纪念咱身边有需要耶稣帮助的人。耶稣听你。你心中最大的福分，就是耶稣永远听你。求主救咱脱离黑暗的关系，脱离黑暗，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，带你进入光明国度。耶稣听你话求你，耶稣永远听你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主阮少年离开阮的姊妹龚淑芬，主阮纪念阮最年长的长辈郭陈秀霞伊琳的阿嬷，阮嘛纪念詹天碧老师，阮纪念侪阮的长辈，求天父上帝你圣手扶持帮助因，互因伫身躯软正的时，会当亲像你的宝贝囝儿，伫你的怀抱中间。主求你怜悯这时代阮的长辈，也求天父上帝照顾阮中间，无论伫什么所在，因的心中有压力，因的心内有苦楚。主耶稣求你用你的听，
来安慰帮赞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我嘛特别恳求主你帮赞身躯欠安的人，照顾黄宏仁。我恳求天父上帝，也照顾每一个身躯欠安的阮的兄弟甲姊妹。天顶的上帝，愿你的怜悯进入伫因的生命中间。阮同心祈祷，我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来请生日的人来头前，咱做伙来祈祷，上帝祝福恁。生日快乐！来做伙来祈祷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，为着阮生日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我们恳求天父上帝，你特别甲愿节，你用你的恩典放伫伊的生命中间，互伊的杯享受上帝你恩典的杯。所以恳求你甲美小同在，互伊伫伊的生命中间福杯满溢的时，伊诚侪上帝你的采用，会当因捧起因生命的杯，每一个你的囝儿查某囝，因捧起因生命的杯。甲人同得福音的好处，所以求你垂肯因，互因诚侪你恩典的记号，诚侪恩典的祝福。至圣天父上帝，我嘛为着耶稣来祈祷，所以你祝福这个细囝，互伊伫成长的过程顶悬，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。至圣天父上帝，我也为着无伫阮中间生日的兄弟姊妹祈祷，愿天父上帝你亲自来祝福因，互因会通伫上帝你的面前。领受圣神的帮助，伫过来365日中间每一天，拢甲主你同行，也稳定到业。愿伫你的面前，安尼恳求祈祷，我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伫咱要报告的进前，牧师要甲咱拜托一件代志，嘛甲咱邀请。咱二林区已经伫疫情中间足久无二林区的联合礼拜。今年开始解封了后，头一摆的应该是第二摆的联合礼拜伫咱的教会吼。所以即礼拜五是联合礼拜伫咱的教会，现在咱做伙来招待二林区的兄弟姊妹。所以我要拜托咱尽量会当的人，将你的时间拨出来，咱代表教会咱做伙来欢迎。咱二林区的兄弟姊妹吼，所以拜五永暗8点伫咱的教会提早来吼，咱做伙来敬拜上帝。以上。我来报告顶周聚会，请咱家己看。本周聚会，主日礼拜9点伫礼拜堂，祈祷会拜三8点伫教堂，青少课拜六7点半伫教育馆，查经班拜六7点半伫线上，圣工服侍下礼拜诗会，请张宏仁执事、苏琴、刘义民兄弟，书献甲交代。林安路甲美小执事，圣安宫读经表，请咱照这顺序来家己灵修。基地交通第一，2月24日暗时8点，二林区联合礼拜伫本教会，请兄弟踊跃参加。疫情期间暂停真久，新的年度新的开始，请大家做伙用礼拜。为二林区注入一个新的活力。第二，孔淑芬姊妹蒙主恩调，2月25将伫高雄民族教会举行告别礼拜，请大家为家属祈祷。第三，4月初9过活节，期待接受洗礼的，请预备心并报名真道课程。第四，咱为生日的兄弟代祷，方案报告，请咱家己看，若有错误，当按过个更正。
大道事项第一，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祈祷；第二，为新生欠安甲教会所有的长辈来代祷；第三，为教会青年心心灵课业代祷；为升学、升大学的青年来祈祷；第四，为结婚的青年婚姻祈祷；第五，为姊妹教会代祷。福临一节得个打呀，以上，咱来吟507首，荣光归圣父上帝。吟诗说，请牧师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恩惠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感动，相通扶持，甲恁众人三个伫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阿门。阿门。请坐，灭道避讳。